即马台湾当咧面对这高龄化的问题，根据卫福部的这个显示呢，即马台湾65岁以上，每100个人当中就有8个人有失智，预计未来20年，这失智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即马有民间团体是推出失智的体验工作坊，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失智的状况，也有行为背后的原因。好，第4个失智症是无法预防的，然后第5个失智症患者什么都不懂。公司透过简报甲民众互动，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有要逾8%。有民团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失智症，所以要伫咧北中南举办老教室工作坊。拜三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有民众表示，家己过去负责照顾有失智症的先生，伊希望透过课程会当更较了解失智症，未来若阵家己拄着，嘛较袂遐紧张。我自己从照顾者毕业，所以我也想说来体验上一下这个课程，然后未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化过程，万一天黑得很慢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说，我怎么来学习自己未来有可能是被照顾者，然后即便我曾经当过照顾者，但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团指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不是自然变老的镜头。但是有八成的民众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必须延误就医。也毋过，其实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民团运用倒伊的认知功能障碍卡来互民众了解，比论时段是安怎无爱洗身躯，还是袂邻里厝内人等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整个过程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运用卡牌的方式来去认识到说失智症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哪一些的问题，跟生活上面会造成怎样子的影响，然后去理解失智症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民团指出，失智症无一定是老人才会拄到，即马得失智症的年岁也有少年化的趋势。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失智有更较侪包容、体谅甲理解，也鼓励朋友量早接受治疗。民团表示，这个工作坊嘛欢迎学校、医疗中心，也有政府单位等等来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